基泰建设伫咧大直的这个建案所造成边仔人家厝有一栋柜的落落去。针对25户重灾户的安置，这都发局有提供3个方案予民众来拣，有搬去南港的国体，或者是住附近的旅馆，也有予这民众去税厝一平1600块的租金补贴。下晡台北市法务局长连东凯也去到法院，替一寡受灾户申请第2届加扣押，初步估计这金额有到2亿。拖行李箱手里大包小包，透早陆续有住户炸行李登厝。台北市大地民家因为基台建案时间无细致塌落去，42位住户移用性铁力，经过技术工会鉴定安全无问题，176户居民会当登厝。统计到11下晡2点，登记登厝大概拢总44户，部分民众表示也是会烦恼。我请半天，然后是被扩大那个撤离的，还是稍微会有点担心啊。就是铁门变形这样子，会担心哦。对，还会担心他们的地基都松动了。针对25户规栋沉落去，这些住户的登记安置，市政府要伫13召开说明会，拢总有3种方案予住户选择，包括南港国体已经保留40户，其中准备好25户有家具、冷气、冰箱，要予住户安心来住。第二，若是住户想要住伫台地附近，安置旅馆会当继续提供。第三，就是提供1平1600块的租金补贴，予住户会当选择伫厝的附近租厝。市长周万安下令，即马开始清查全市184个工地。今天开始，台北市政府就会和4大工会务必针对184个工地进行全面清查，尤其是基泰建设和福益营造的工地彻底清查。我们会去检查，包括连续壁有没有照施工图上面的去来执行，然后监测资料有没有正常。法务部下晡国体受灾户申请第2波加扣押，初步金额是2亿。目前25户严重受灾户内底，已经有10个住户委任律师，啊，毋过基台答应提拨1亿，款项到即马也未拨入台北市政府指定的银行口座内。从昨天开始，基泰公司就一直说他会提供1亿元的金额给市政府作为重建费用的担保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基泰他并没有把这个钱汇进去。而是不断以他公司内部程序的理由说没有办法这样做，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愤怒。大地民家塌落去，25户居民有厝无法度住。副市长李树川表示，等咧为2楼开通甲做站帮，来做结构安全，有希望12队安排伫特殊队陪伴，限时予25户居民转厝摕贵重的物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